弟兄姊妹平安，我哋進入3月份，我哋開始藉着呢幾個星期，我哋一齊嘅嚟到去默想基督耶穌嚟緊嘅幾次嘅講道，我哋一個小嘅主題，我哋以基督嘅詩篇咧成為咗我哋嚟緊呢幾次講道嘅一個主要嘅系列。喺呢一個嘅系列裏邊咧，我哋會集中用舊約嘅詩篇去從呢個嘅角度喺詩篇裏邊，其實已經預表咗，甚至乎咧耶穌基督喺十字架上邊喺佢嘅受苦當中引用嘅詩篇。嚟緊呢幾次咧，我哋就會將嗰幾篇嘅詩篇咧同大家一齊重讀一次。喺呢個嘅重讀過程裏邊，我哋唔單止明白咗聖經嘅嗰個意思，更加係咧我哋更加體會到基督耶穌嘅心腸。喺佢受苦當中，佢對於佢面對住十字架嘅呢一個酷刑嘅嗰種嘅呼喊，亦都喺佢嘅生命當中幫助我哋咧，讓我哋能夠重新去檢視我哋自己嘅人生。今日咧，我哋第一篇所睇嘅就係詩篇第22篇。傳統以嚟或者我哋今日嘅呢個世代咧，我哋讀好多嘅就係詩篇第23篇，係咪？即係耶和華是我嘅牧者，我哋經常讀嘅。不過咧，我哋好少留意佢上一首嘅詩篇咧，係原來喺教會千幾年嘅教會嘅文化裏邊咧，係一個主要誦讀嘅詩篇。喺詩篇第22篇裏邊咧，甚至乎有啲早期嘅教父講過，佢話呢篇嘅詩篇咧，應該係每個基督徒必要讀嘅詩篇，因為咧喺呢度裏邊咧，佢特別描述耶穌基督嘅受苦，佢預表咗耶穌基督喺十字架將要所承受嘅苦難，亦都喺呢一個嘅詩篇裏邊咧，體會到一個受傷嘅基督，一個受苦嘅基督佢對於即係佢自己嗰種痛苦嘅嗰種嘅呼喊。所以咧我哋今日咧，我哋就嘗試用呢一個嘅詩篇嚟到去了解一下即係大衛所寫嘅嗰個心境啦，跟住咧再用耶穌基督點解要引用呢篇詩篇，用呢個角度嚟到重新去演繹。不過咧喺我哋去睇呢篇詩篇嘅時候咧，頭先阿 Pelton 為我哋讀嘅時候，我哋會發現一個好重要，亦都幾難處理嘅問題，就係呢個詩篇裏邊咧，大概係31節嘅經文。你會發覺咧，上半部用咗大量嘅篇幅講到咧，詩人面對住嘅嗰種嘅苦境，係一個個人嘅哀歌嚟嘅，係咪啊？佢嗰度裏邊係講緊佢自己係好慘情，佢面對住嘅一個好困難嘅境況。而下半部特別係由22節開始，係一個頌讚嘅詩歌嚟嘅，由哀歌到頌讚嘅詩歌。你發現咦，中間有冇啲轉捩點咧？喺個過程裏邊，詩人點解會轉念嘅咧？嗰個轉念嘅形式係點樣咧？呢一個係喺呢個詩篇裏邊咧難讀嘅地方嚟嘅。今日咧我哋向難度挑戰一下，或者我哋更加要從一個詩人嘅心態裏邊嚟到去出發。如果你有一個新嘅角度嚟到去詮釋咧，可能呢個詩篇會為我哋帶嚟我哋今日好複雜嘅人生咧帶嚟一啲嘅出路。好，我哋一齊先有個祈禱嘛，求上帝幫助我哋同心祈禱。求主你與我哋同在，讓我哋能夠明白你對我哋所講嘅說話，亦都讓你嘅話語成為我哋心中裏邊嘅聲音。喺人生每個階段嘅道路當中，你嘅話語成為我哋人生嘅出路同埋幫助。恭敬將我哋嘅時間交託俾上帝你，願你親自保守眾弟兄姊妹，讓佢哋唔單止聽得明白，願你嘅話語進到佢哋嘅心靈當中，幫助宣講嘅講得清楚。願你嘅話語忠心嘅，亦都帶着上帝嘅亮光，讓我哋一齊嚟到領受。我哋恭敬將我哋嘅時間交託俾你，願主你親自帶領。獻上禱告，奉基督耶穌得勝嘅聖名，阿們。好，我哋一齊睇下呢個詩篇啦。第1、第2節，我嘅神，我嘅神，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不聽我哀哼的言語。我嘅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並不住聲。呢個第1、第2節喺個標題裏邊，我哋知道啦，係大衛裏邊佢自己經歷咗有一啲嘅苦難，佢寫下落嚟嘅一個嘅詩篇。當然咧，叫得做大衛之詩，可能係大衛自己寫嘅，又或者用大衛嘅名義一篇關於大衛嘅詩，又或者有人借助大衛嘅名氣，大衛一個詩人，一個君王佢嘅身份嚟到作呢個詩篇。無論點樣都好啦，喺呢個詩篇裏邊，我哋就用翻大衛嘅角度嚟到睇啊。
大衛佢都經歷過有一啲嘅苦難，係咪？而且嗰個都係一個好唔容易嘅人生一段好艱難嘅嗰個日子。喺佢艱難嘅日子裏邊，佢面對生命裏邊有咁多嘅痛苦，佢嘅禱告係：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我？為什麼不聽我哀哼嘅言語？喺呢度裏邊，大衛問上帝為什麼？當我哋今日咧，我哋面對住有啲弟兄姊妹人生裏邊有一啲嘅痛苦，我哋有好多時就會話：你唔好問點解啦，你解釋唔到噶啦。所以咧，你應該問如何，就唔好問為什麼。咁所以今日呢個世界嘅解讀咧，就係我嘅神，如果被弟兄姊妹勸勉咗之後，如何令到我不被你離棄？如何點樣令到我同你緊密結連？如何令我嘅聲音可以被你聆聽到？咁但係你讀上去，你會發覺，如果所有嘢都變晒如何呢？你嗰個心路嘅嗰個掙扎，你完全體會唔到嘅。喺呢度裏邊，大衛好直率咁樣將佢心靈嘅嗰種嘅呼喊去問上帝。佢面對住生命裏邊好多嘅艱難，佢問上帝點解會出現呢啲嘅狀況？上帝點解你唔聽我？甚至乎上帝點解你唔救我？一問為什麼嘅時候呢，唔係一個唔神聖嘅一個發問嚟嘅。為什麼好多時除咗問呢個事件點解有咁樣嘅成因，有個源頭之外，更加重要嘅就係上帝，我喺呢一刻裏邊面對嘅苦難，我嘅意義在於乜嘢呢？苦難同一般人生裏邊嘅嗰啲叫做逆境際遇有啲唔同嘅。苦難咧，好多時動搖嘅就唔係講緊你理性明白咗嗰個事件咧，你就可以繼續行落去。苦難咧，好多時咧動搖嘅就係你對上帝嘅嗰份嘅信心，動搖咗你人生嘅存在價值同埋意義。所以有呢啲事件嘅出現嘅時候，係會令到你心裏邊有一個重大嘅打擊，甚至乎咧會呢件事嘅出現令到你成個人冧晒落嚟嘅。大衛呢一度裏邊，某程度佢都係咁樣講，上帝嘅離棄，上帝嘅唔拯救，同埋上帝嘅唔聽，令到佢好似孤身一人咁樣面對住呢一個咁樣嘅狀況。喺第二節裏邊，佢再繼續講，佢日頭又呼求，上帝唔應允。夜間又呼求，唔停止嘅咁樣嚟到去祈禱，但係佢所禱告嘅對象沉默不言，上帝唔出聲。佢唔係否定上帝嘅存在噃，佢只係話佢嘅禱告上帝冇回應，唔出聲。佢就好似對住空氣嚟到去講佢自己嘅苦況，佢覺得自己孤身一人咁樣嚟到去面對住生命嘅呢一種嘅狀態。為什麼係成為禱告嘅一部分？為什麼唔係質問上帝，亦都唔係帶住一份嘅不敬？為什麼係講緊詩人喺當下嘅處境，同佢能夠有力量面對嘅處境，成為咗一個好大嘅差距。呢一種嘅落差，令到佢即係不能自拔，心體裏邊有一種好強烈嘅嗰種嘅痛苦。跟住由第3節開始，詩篇裏邊再繼續嘅嚟到去用一個。我哋今日咧會成日會有一種音樂上面會用嘅嗰個叫做福音，唔係我哋傳嗰個福音，而係講緊音樂裏邊咧有一種音樂唔同嘅聲部，好似唱緊兩首歌擺埋喺一首歌裏邊嘅嗰種互相嘅唔同唔偶然嘅嗰種嘅聲音喺同一首嘅樂曲裏邊出現。喺第3節裏邊咁樣講，但你是聖潔嘅，是用以色列嘅讚美為寶座的。我們嘅祖宗倚靠你，他們倚靠你，你便解救他們；他們哀求你，便蒙解救；他們倚靠你，就不羞愧。第6節，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看見我嘅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說，他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他吧？耶和華既喜悅他，可以搭救他吧？第9節，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腹裏，你就使我有倚靠的心。我引用呢一段，你會見到有一個好重要嘅句式嘅，我間住俾大家睇到嘅，就係但你是，
跟住去到第6節就係但我是，去到第9節係但你是。喺呢段經文裏邊，其實但你但我，彈嚟彈去，彈嚟彈去，點解係咁樣嘅原因呢？原來喺一個詩人嘅嗰種痛苦嘅嗰種嘅歷程當中，佢睇緊上帝喺佢歷世歷代裏邊睇到嘅嗰個保守人嘅拯救人嘅上帝，點樣保守佢嘅祖宗，跨越咗經歷到上帝而嚟嘅解救。詩人大衛佢係讀呢一個舊約，或者喺上帝嘅工作裏邊，佢知道上帝一直咁樣嚟到去看顧，但係佢又睇翻自己，我嘅處境係被人羞辱，應該諗住上帝會搭救，但係上帝冇搭救，諗住上帝會出手幫助啦，但係上帝冇幫助，佢帶嚟嘅反而係羞辱啦、藐視啦、被人嗤笑啦，甚至乎俾人哋搖頭嘅嚟到去窒佢啦。佢把自己交託耶和華，耶和華可以救佢啦。如果耶和華喜悅佢嘅，可以搭救佢啦。嗰啲身邊嘅人，嗰啲嘅敵人，用上帝唔應允佢，唔搭救佢，成為咗恥笑佢、藐視佢嘅一啲嘅內容。佢睇上帝過去歷世歷代，上帝咁樣保守人哋，睇翻自己，佢唔係咁樣經歷啊。跟住佢又再彈翻去上帝嗰度，但你係叫我出母腹嘅時候，我在母腹裏，你便使我有一個倚靠嘅心。嗱，你會見到喺呢一度裏邊嗰種心靈嘅嗰種嘅交集，望住上帝，睇到上帝好偉大嘅工作，望住自己就覺得自己唔係經歷一種咁樣嘅嗰種嘅處境，跟住彈嚟彈去，代表住一種心靈裏邊一種嘅複雜性。近代嘅好多嘅釋經學家，特別係用詩篇嚟作為牧養嘅嗰啲嘅學者呢，佢就用呢一種咁樣嘅嗰種彈嚟彈去啊，嗰種心靈裏邊睇下上帝又睇下自己嘅嗰種咁複雜嘅，就叫呢一種叫做福音性。正如頭先我解釋嘅所講啦，呢一種嘅福音性就係講到喺個生命當中裏邊，佢面對住嘅就係一種好大嘅嗰種嘅困難。而呢種嘅困難同上帝嘅嗰種嘅保守係同時間喺佢嘅心靈當中同時間嚟到去出現嘅，兩把聲音都係咁強烈，兩個嘅處境都係真實喺佢嘅生命當中。嗱，值得留意嘅就係喺經文裏邊，佢用呢一個咁樣嘅福音性咧，同樣都應用咗喺馬太福音喺耶穌被釘十架嘅時候咧，馬太嘅作者都用翻呢一個嘅言辭咧嚟到去描述耶穌所經歷嘅嗰個處境嘅。喺16節嗰度，佢講到耶穌嘅手同埋腳被扎上喺個十字架裏邊啦，他們扎了我嘅手同腳。其實喺詩篇第16節就回應咗喺馬太福音第27章35節。同樣嘅，他們分我嘅外衣，為我嘅裡衣拈鬮。喺第18節，詩篇22篇第18節裏邊講到一個咁樣嘅情景。嗱，其實大衛真係未經歷過一個咁樣嘅狀況，佢用詩人好誇張嘅手法嚟到去描述佢嗰種好似被人哋剝奪嘅嗰種嘅痛苦。但係去到馬太福音，耶穌就成就咗呢一種被剝奪喺十字架上邊嘅嗰種痛苦。27章馬太福音27章35節，呢一種嘅嗰種被嘲笑啦，仲有即係話耶和華可以救佢嘅，你就可以搭救他吧。後來都繼續嘅嚟到去嗰啲百姓嚟到去嗤笑耶穌喺十字架上邊。呢一種嘅福音嗰種雙重嘅聲音，既係有上帝昔日嘅帶領，上帝嘅工作，但係同時間人當下心靈嘅嗰種嘅痛苦，兩樣嘢喺一個受苦嘅人生命裏邊同時間出現。我哋叫呢一個就叫做福音性。傳統以嚟，我哋通常我哋安慰人，我哋就會撳低咗個人生命裏邊嗰種痛苦嘅聲音。我哋有陣時會覺得唔耐煩，對於有啲人面對住苦難，我哋覺得嗰啲聲音唔係嚟自上帝嘅。我哋甚至乎覺得嗰啲人生命裏邊嘅嗰種嘅痛處呢，就係嗰個人嘅信心或者佢嘅屬靈深度唔夠，以至到呢，佢就冇辦法
去克服眼前呢啲嘅困難。不過詩篇22篇裏邊咧，如果你同意嗰個叫做福音性，佢當下嘅痛苦，上帝基本上係冇否定到佢嘅，甚至乎人生命裏邊當下面對嘅嗰種嘅苦難，同上帝喺昔日裏邊嘅帶領，喺一個人生命當中係同時存在嘅。我哋唔需要撳低咗我哋自己個人嘅嗰種嘅苦況，又或者覺得嗰樣嘢係唔神聖，反而係當下喺呢個處境當中，我哋嘅心靈嗰種嘅痛苦，上帝係聆聽。詩人係咁樣嚟到去祈禱，耶穌亦都喺十字架裏邊作出咁樣嘅呼喊。而我哋作為一個跟隨耶穌基督嘅人，我哋嘅生命都係面對住同樣嘅艱難。人生裏邊充滿咗呢一種嘅福音，我哋一方面相信上帝喺我哋人生裏邊，或者見到其他弟兄姊妹點樣去安然咁樣嚟到去度過一個好難嘅處境，但係回望自己有陣時，可能喺呢一啲嘅關口，喺一啲嘅苦難當中，我依然係好痛苦、好掙扎。我哋面對住嘅就係一個信仰同埋我哋嘅生命裏邊一個好大嘅落差，兩把聲音，兩個處境都係真實。喺我哋嘅生命當中裏邊，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經歷緊一個咁樣嘅狀況。我早嗰輪呢，我同我太太去探訪教會有一個弟兄，我好明白，我睇住佢嘅時候，我好明白一個咁樣嘅狀況。咁啊，呢一個老人家喺療養院，因為佢癌症已經到達末期噶啦。咁啊，我去探佢嘅時候，我第一樣嘢問佢，我話：世伯，你覺得隻腳點啊？你嘅身體有冇地方痛啊？咁即係好少人問佢喺癌症裏邊問佢痛唔痛，即係問佢個信心堅唔堅固嘅啫。咁啊，第一樣嘢見到我問佢腳痛唔痛，或者身體有邊度地方痛，佢就好似好釋然咁樣講：佢嘅癌細胞已經去到骨啦，所以佢嘅腳、佢嘅膝頭哥好痛啊！即係所以佢覺得好痛苦。咁啊，喺咁痛苦裏邊咧，佢就因為我係牧者，我去探佢，佢頂硬上嚟到去招呼我。其實我覺得唔使去招呼，我話你攰，你眯埋眼就得噶啦。但係佢強行睜大雙眼，咁啊嚟到同我嚟到去傾偈。咁啊，我知道佢其實係好勞碌、好疲累。但係對於一個老人家嚟講，一個病痛纏繞生命嘅人，生命最軟弱嘅，佢其實冇必要同你講大話嚟到去氹你。佢喺個刻裏邊，我話：世伯，我同你讀一段聖經好唔好啊？咁我就同佢讀一段聖經啦。咁啊，一路讀聖經嘅時候，會講一句，佢就好大力，係啊，冇錯，係。我見到佢嘅腳係捲曲嘅，係痛。但係每一次講聖經嗰個時候，佢話係，佢嘅痛楚同佢嘅信心係走埋一齊。又或者正正係因為呢一種嘅痛楚，令到佢嘅信心變得更加真實。佢嘅痛楚唔會因為我認信嗰樣嘢就消失咗。佢嘅痛楚依然喺佢嘅認信，講阿門，或者要聆聽聖經，佢認同上帝所講嘅每句說話嘅時候，嗰個痛楚都依然喺佢入心入肺咁樣痛。但係喺痛楚裏邊，佢依然係認信。大衛喺呢一度裏邊就係講緊一個咁樣嘅狀況。佢經歷咗上帝神聖嘅拯救，或者佢嘅祖先佢嘅過去係咁樣經歷拯救，但係當下佢面對嘅痛苦喺人生裏邊，我哋就一齊咁樣嚟到去經歷。所以呢一度裏邊講緊嗰個福音，即係嗰個人生裏邊嘅兩把聲音喺你嘅心靈當中嚟到作出呼喊。喺呢度裏邊，大衛就用呢個詩篇嚟到去描述一個咁樣嘅狀況，直至到喺第19節，22篇第19節經文裏邊就作出一個和合本你睇唔到嗰個翻譯，我用新譯本讀俾大家聽嗰個內容。新譯本裏邊咁寫：至於你耶和華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嘅力量啊，求你快來幫助我，求你搭救我嘅性命脫離刀劍，搭救我嘅生命脫離惡狗的爪，求你拯救我脫離獅子嘅口，拯救我脫離野牛嘅角，你已經應允了我。
成個詩篇裏邊嘅轉捩點就係喺第19節到第21節。如果你睇和合本你睇唔到嘅，和合本冇翻譯到嗰3隻字就係至於你。其實嗰個至於你，即係頭先裏邊所講嘅但嚟但去嗰個字嚟嘅啫。原文用翻係但你不過即係新譯本為咗要覺得好似有啲轉捩點要話俾你聽，有啲唔同嘅，佢就寫至於你。其實嗰個意思係但你，佢又彈翻去上帝嗰度，佢就求上帝唔好遠離佢，求上帝嚟到去幫助佢，搭救佢脫離刀劍，脫離惡狗嘅爪，脫離獅子嘅口，脫離野牛嘅角。嗱，呢一個係一個求上帝祈求嚟嘅啫。不過後邊加咗一句，我哋完全覺得係好詫異一句，你已經應允了我。跟住下邊落去所講嘅就係一個讚歌嚟啦。而喺呢個讚歌裏邊，或者呢個頌讚嘅詩篇後邊都未講緊個詩人脫離咗啲咩苦境嘅。所以喺呢個嘅祈求到上帝嘅應允，其實嗰個應允唔係講緊上帝即刻就將呢個人從一個苦難裏邊就拉走。上帝就平息咗所有嘅困難，或者上帝將呢啲嘅刀劍遠離咗佢。呢個詩人依然係面對緊同一個嘅處境。喺呢篇詩篇裏邊，嗰個轉捩點就係你已經應允我。呢一個你已經應允我係咩意思呢？有啲嘅釋經學家用呢一句嘅說話呢，就係講緊一個叫做信心完成式。乜嘢意思呢？即係話佢用一個英文裏邊講緊嗰個完成式，即係話嗰件事已經完成咗噶啦。咁即係完成咗件事咯。不過喺詩人面對嘅當下嘅處境，佢依然面對緊苦難，面對緊嗰種嘅困難。但係佢嘅信心令到佢睇見上帝已經搭救咗佢，上帝已經幫助佢。所以咧，好多嘅舊約學者咧就用呢一個咁樣嘅句式，其實喺先知書喺舊約裏邊經常都出現一個咁嘅句式嘅，就係話現實嘅處境係咁樣，但係因為佢嘅信心超越咗佢嘅環境，成就咗一個叫做信心完成式。所以成個詩篇裏邊，佢講到呢個詩人，佢彈嚟彈去，但係到最尾，佢可以走出呢一個咁樣嘅困境嘅出路，係在於佢嘅觀念改變咗，眼前都依然充滿咗挑戰，好多嘅困難，但係因為佢嘅意念，佢對上帝嘅心，去帶住信心嘅嚟到仰望上帝，呢一份嘅信心幫佢超越咗眼前嘅呢個嘅環境，苦難能夠可以勝過，就係因為你嘅信心先於環境嘅改變。個環境未改嘅，但係你信上帝已經幫咗你，你嘅生命你就可以度過一個最低谷、最低下嘅、最困難嘅嗰種嘅處境。呢一種咁樣嘅狀況，正正係好多時面對住人生與死嘅時候，人心靈裏邊能夠經歷到上帝，人認信上帝，甚至乎知道人生嘅意義，人生命嘅價值唔係就係肉體嘅嗰幾十年嘅日子，而係可以睇到肉體之後上帝救贖嘅日子臨到喺佢心靈當中，佢就有一份踏實安穩嚟到去度過眼前，即使都係病患，又或者滿布好多困難嘅嗰啲痛苦經歷。我哋教會裏邊有好多弟兄姊妹曾經都經歷過一啲咁樣嘅狀況。當我同佢哋去探訪，當我哋一齊去祈求上帝嘅時候，我見到好多嘅家庭，甚至乎有好多未必一定係生與死嘅，好多係經歷緊經濟困難嘅，有啲弟兄姊妹，佢哋其實係捉襟見肘嘅。不過佢話祈咗禱之後交託咗，佢就可以安心，因為佢知道上帝已經為佢預備。祈咗禱之後，佢唔係即刻個銀行戶口多咗好多錢，又或者眼前所有嘅困難冇晒。不過就係單單一份佢對上帝嘅嗰份認信同埋信心，嗰份嘅倚靠，就可以幫佢勝過眼前呢啲苦難嘅咁樣嘅處境同埋能力。嗱，所以喺經文裏邊，詩人就有一個咁樣嘅認信，就令到佢由一個
哀歌變成一個嘅讚歌，關鍵就係佢有一個咁樣心裏邊嘅嗰份嘅信心。跟住去到第22節打後，就係成個詩篇裏邊嘅嗰個讚美嘅嗰部分。我讀22節到26節俾大家聽。我要將你嘅名傳與我嘅弟兄，在會中我要讚美你。你們敬畏耶和華嘅人要讚美他，雅各嘅後裔都要榮耀他，以色列嘅後裔都要懼怕他，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籲嘅時候，他就垂聽。我在大會中讚美你嘅話是從你而來的。我要在敬畏耶和華嘅人面前還我嘅願，謙卑嘅人必吃得飽足，尋求耶和華嘅人必讚美他。願你們嘅心永遠活着。喺22節到26節裏邊，佢講到詩人去到上帝嘅會堂，喺大會裏邊嚟到去讚美佢。跟住講到雅各嘅後裔、以色列嘅後裔都要敬畏耶和華。特別喺第24節裏邊，佢咁樣講：佢沒有藐視憎惡受苦嘅人，也沒有向他掩面。喺呢度裏邊，佢特別強調上帝好似沉默咗嘅嗰啲嘅狀況，唔係代表住上帝對世人面對住嘅苦難掩面不看，或者藐視呢啲人，甚至乎覺得呢啲受苦嘅人覺得佢唔耐煩。上帝體恤人嘅痛苦，上帝明人內心深處嘅嗰種嘅呼喊，佢呼籲緊人生命面對住苦難嘅時候轉念，以信心嚟到去回應。但係從來上帝唔會用你冇信心啊，所以你面對住呢啲嘢你冇力量嚟到面對，用一個優勝劣敗嘅角度嚟到去睇一個面對住苦難嘅人。相反，上帝呼籲緊每一個人喺你苦難當中，你仰望呢一個佢唔輕看你面對住生命所有困惑，動搖你生命好多意義嘅嗰個處境，將你嘅生命焦點放喺上帝嗰度。上帝從來冇藐視你，亦都冇憎惡你，冇向你掩面，反而當你呼籲嘅時候，上帝必然嚟到去垂聽。當然垂聽嘅結果未必一定係將你眼前嗰種嘅苦況即刻挪走嘅，可能有啲弟兄姊妹係咁，但係有更加多嘅可能係你嘅實況都依然繼續，不過你可以喺患難當中，你可以仰望呢一個天上嘅主，你能夠有力量可以面對住生命每一種嘅艱難。好多人咧面對住艱難嘅時候咧，佢會咧冇咗嗰種自尊啊，佢會覺得自己係喺世界上邊咧係一個最低下嘅人，甚至乎咧覺得自己咧係一個冇用啦，甚至乎可能被人哋藐視嘅一個人。我諗起咧，我屋企裏邊咧有個咁嘅經歷。我最細個妹，咁啊同大家講過啦。我爸爸喺我16歲過身啦，我妹咧就3、4歲嘅啫，好細個。喺佢成長嘅時候咧，大部分時間爸爸係缺席嘅。咁我好記得有一次咧，佢就喊住翻屋企，佢就同我喺度講，佢話咧有篇作文咧就講關於爸爸，咁佢自己咧就亂咁作咗佢爸爸有一啲嘢啦，咁但係其實佢生命裏邊冇乜點樣經歷過爸爸嘅，所以咧佢就作文亂咁作完之後咧，咁啊篇文就唔知攞得高分抑或點樣嘅，咁但係翻到嚟佢好唔開心，因為佢知道嗰樣嘢唔係真實。跟住我話，點解你唔同老師講？你話寫唔到爸爸，你咪寫媽媽咯，或者寫其他屋企人咯？點解要講大話咧？佢話佢覺得好羞恥啊，佢覺得佢冇爸爸呢一種咁樣，佢失去咗父愛，喺佢咁細個嘅時候冇爸爸照顧嗰種嘅生命，佢覺得俾人哋好似有種缺環一樣，佢嘅生命好似有一種虧欠，總之好難講出嚟嘅嗰種好難過，又覺得好尷尬，唔識點講。咁佢話原來佢好大部分時間都係經歷一個咁嘅階段。我記得嗰陣時咧，我都唔係好識得回應佢，我媽回應佢，我媽就話：傻女嚟嘅，
你爸爸又唔係做壞事，佢係病離開呢個世界，佢又冇做一啲對唔住家庭嘅事，點解你會用羞愧嚟到去描述佢嘅離開呢？大膽啲同人哋講啦，同人哋講，分享你生命就係咁樣嚟到去經歷噶啦。每個人都有眼淚嘅，唔好因為呢啲嘅困難眼淚呢，就否定自己。我哋好多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有一啲咁嘅經歷。困難啦、苦難啦，或者睇到一啲嘢幫唔到手啦，就會陷喺一種覺得自己好似低人一下、羞愧、冇力嘅嗰種感覺，覺得上帝離開自己。不過呢篇詩篇裏面講到，上帝冇輕看人嘅嗰種痛苦嘅吶喊同埋嗰種呼求，上帝冇輕看我哋。反而我哋學識尋求佢，你揾佢嘅時候，你嘅生命就得到嗰種踏實安穩。耶穌點解喺十字架上面引用呢一個嘅詩篇呢？耶穌引用呢篇詩篇唔係就純粹為咗滿足我哋釋經嗰個慾望嘅。耶穌大概喺當下喺十字架上面，佢都係經歷緊一個身心靈受到極大痛苦嘅嗰種嘅掙扎，嗰種嘅壓迫感。佢向上帝嘅呼喊：我嘅神，我嘅神，為什麼離棄我？唔係純粹係講緊一個好有即係好悲壯式嘅嗰種嘅演繹，而係講緊喺一個痛苦裏邊，佢同我哋血肉之軀一樣，佢都會向上帝嚟到去呼喊。當然，耶穌基督所引用嘅第一句，其實喺好多嘅釋經或者我哋都知，引用第一句即係引用成首嘅詩篇。耶穌喺痛苦當中，佢依然信靠上帝，依然嚟到學習嚟到去順從。希伯來書第2章9至10節裏邊咁講：唯獨見那成為比天使小一點嘅耶穌，因他受死嘅苦，就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叫他因着神嘅恩，為人人嘗了死味。原來那為萬物所屬、為萬物所本嘅，要領許多嘅兒子進榮耀裏去，使救他嘅元帥因受苦難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喺呢度裏邊，希伯來書講到耶穌基督受苦難，嗰個因受苦難得以完全，唔係講緊耶穌係神，跟住本來唔係神，受咗苦難之後就成為神，唔係咁嘅意思啊，而係講緊嗰個使命完全啊，嗰個救贖將神嘅兒女帶到喺榮耀當中呢一個嘅救贖計劃，因着耶穌呢一種嘅受苦難，呢一種嘅痛苦，救贖工作就喺耶穌嘅受難當中嚟到去成就出嚟。苦難對於我哋呢個世代，對於好多人嚟講係一個荒謬嘅事件嚟嘅。不過基督教同其他宗教唔同，我哋所信嘅上帝係進入苦難當中，我哋所信嘅上帝係承受苦難嘅耶穌基督，我哋所信嘅主，佢自己親身嘗過痛苦嘅嗰個滋味，苦難成為咗佢救贖恩典嘅一部分。苦難亦都成為咗佢神聖嘅一部分，苦難亦都成為咗好似我哋藉着我哋嘅痛苦明白耶穌嘅心腸多一啲嘅一個嘅途徑。所以弟兄姊妹，當我哋去睇呢個詩篇第22篇，我哋明白原來詩人喺一個咁痛苦嘅經歷當中，佢好似佢自己嘅親身經歷講到大咗啦，而佢講大咗嘅用詩嘅角度嚟到去描述嘅時候，反而喺耶穌基督就全然嚟到去實現。不過重點係詩人面對嘅苦難，同樣都係基督耶穌面對嘅苦難。正正因為耶穌基督面對呢個苦難，我哋世人每一個人，我哋人生都會經歷嘅，或大或小，我哋唔需要比較。每一個人嘅苦難係唔同，但係有一樣嘢係共同。當我哋去尋求上帝，
我哋人生面對大大小小嘅苦難，當我哋向佢呼求，用信心仰望佢嘅時候，我哋嘅人生就有力量嚟到去誇勝，我哋嘅生命可以超越眼前所有嘅景致。最後講一個例子啊，喺教會裏邊服侍咧，舊時有啲神學生，咁我記得有一個神學生問我，佢話牧師，我衰咗啦，喺做喪禮嘅時候，我話衰咗啲乜嘢啊？佢同我講，佢話喺喪禮裏邊我見到嗰個主家同埋我見到呢一個嘅家庭，我心裏邊好感動，我喺個喪禮裏邊我喊咗啊，咁啊跟住我流出眼淚，我有少少失態，我覺得自己衰咗，咁佢就想揾我傾下，咁我話流眼淚有咩問題？佢話我唔專業咯，我唔夠，如果我自己流眼淚，我點樣安慰人？我同佢講，我話你揾錯人問啊！我話我做咗10幾20年，基本上我次次喪禮我都會喊嘅。不過我想講，我哋牧會同一般嗰啲 service provider 唔同，我哋會動情嘅，嗰啲係我哋所錫嘅人嚟嘅，我哋有感受。人咪有感受咯，就係因為你愛有感受咯。上帝唔係一個冷冰冰坐喺天上睇你人間疾苦嘅上帝，我哋所信嘅主係有情嘅上帝。耶穌基督在天上都係用佢嘅慈愛，用佢嘅情嚟到同我哋一重嚟到感受我哋人生喺地上裏邊所經歷嘅。所以弟兄姊妹，我唔係叫你哭哭啼啼咁樣走過你人生嘅每一步，不過我哋唔使覺得我哋有情感就覺得自己唔夠，唔能夠安慰人，反而與哀哭嘅人哀哭，與歡笑嘅人同笑，呢個係我哋世代裏面需要嘅一種嘅生命。耶穌喺十架經歷苦難，詩篇22篇描述苦難，我哋今日可能都會喺唔同嘅苦難當中。但係讓我哋帶着信心，帶着上帝嘅應許，我哋有力量走面前人生嘅道路。願主幫助我哋。